喂，你可以走了。孙姑娘说放你走。从这里出去？你没骗我吧？这是秘密通道。公子故意将计划泄露给这二世祖，再设计放他回去通风报信。明早开始，这里将被西凉军监视，等所有义士一到，便一网打尽。但是我们的人根本不会来，而是一早埋伏在大牢四周。要消灭我们，何止用到1000军？董卓根本没时间抽调兵力入城。能用的只有城中驻军。一旦大量调动，大牢守军必会大减。有了袁公子调虎离山之计，我们劫牢救人就能顺利许多。我们今晚就全军撤走，免得明日被西凉军撞上。可是，若明日此大屋空无一人，岂非令西凉军起疑？这屋我早已贱卖，但我要买主答应一个条件，就是必须在祭祖节当日一早，便一次将所有人搬家。那些人就是我们的替死鬼。妙啊！公子算无一策，不愧是水镜先生的首徒，天下无双。过奖了。此行能否顺利，还要看袁将军的手段。末将必不负公子所托。